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定来讲到，有的人火夫性歹性地，小寡代志就起价丢卡断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茶，倒个茶第5条，有一寡茶头读做茶。茶就是动物的骹部，也就是动物骹盘以下这个部分，咱讲是骹茶。像马有马茶，若分开来讲，嘛当讲是咱人的骹手。像讲手盘，有人讲是手茶，嘛有人讲是手茶啊。有的人的骹是平，或者是鸭母茶。古早嘛用砖啊拍底基础，或者是平台，同款嘛是讲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白骹茶，意思就是扫帚青。过去认为讲白骹茶精神啊，会引起到主人家惊猫二瘟、惊歹瘟。第二个词读做丢骹断茶，这个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做生气，敢若是断骹断茶同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朱甲厝边歹面相看，互人骂伊是白骹茶，伊就那起价丢骹断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茶，有一寡茶头读做茶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